咱國內頭一條捷運台北的木柵線，是在30年前3月2日正式通車營運的。這一路行來是要面臨火燒車、破鏈、系統上向撤走真濟困境，漸漸發展穩定。現主是這成本的壓力、智慧新科技的應用，是台北捷運的新課題。慶祝台北捷運30歲生日，北捷第6代誌號頭一擺記廣公布，全台第一條台北捷運木柵線正式通車營運。北捷形容頭一條通車的木柵線是上艱難的之一，有火燒車甲崩鏈的負面事件。系統上馬特拉因為合約前期無有經撤離，規期帶來轉機，北捷漸漸建立起營運甲維修能力。今麥有6條主線準點率99%以上，目前計票價電費起人事成本是新的科技。經營30年以來，因為票價沒有調整，所以我們本業的確是虧損的。透過其他的附屬事業來補足，例如，在車站的商店空間的增加，還有在廣告的部分，我們從傳統的廣告走向數位的廣告。要求財務穩健運量也是挑戰。到第3月20全線運量突破260.6萬人次，是20年3月單日運量歷史新高。北捷透過現況中心人流智慧監控甲預警系統，整合大數據分析，預測會塌的時段甲核心路段，啟動應變機制，合則指出，隨着人數增加，異常事件的監控是關鍵。AI 的導入的時候，可以讓有一些視覺就是營運上面的一些觀察的一些死角，能夠提早被發現，那提早做介入。學者講，隨旅客對捷運挖科度增加要求也會更較懸，愛靠相關智慧科技的繼續導入，維持服務品質。記者綜合報道。